嘉义市有一群新住民，因利用暗时时间，伫台东国小甲民族国小认捌台湾字甲文化。其中台东国小下捌字班教单已经有20年遐久啊。有的老师是注重生活顶头的使用，嘛是有人用趣味的方式来上课。上课进前，先招大家来跳舞。台东国小新住民捌字班上课内容真趣味，阁有人上课已经上了20档。读书可以，艺术蛮轻松的，老师也跟那个同学也都很新鲜，很好。最主要是提供说我们这些新住民朋友能够很快融入台湾的一个社会，那来这边也可以交到一些好朋友，那对家庭也是有一个正向的影响。所以这么多年来，我们的人数都不减反增。文理是生活甲认捌文化需要用到的工具，新住民本身甲家属拢感觉学了有进步。蘸料的时候不是都用一整颗的，这个就是大蒜。可以就是学到这个拼音，然后还有可以学台语。我其实是有进步的。他回家，我家人在讲什么，他其实会问我说，我家人是不是在说这样东西这样。上课老师表示，来自东南亚的新住民，过去因为较侪拢是劳动人口，所以厝内的人拢无支持因来上课。不过，即马社会风气的转变，这种情况已经改善真侪。新住民捌字班目前除了协助新住民累积实数申请居留，嘛加做都市内底新住民互相关心聚会的所在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